台为着要来纪念着宝岛歌王文夏，这个台南在地国宝艺师颜真发画一幅大型的纪念扛棒。5月初8，母亲节的当天，要挂伫戏院斜对面的路口。当天嘛要来放映着文夏所主演的电影，要互乡亲免费入场看电影。手提画笔来为宝岛歌王文夏看棒，这是为着要纪念文夏。金甘蔗影展和戏院业者做伙合作，要甲大型纪念看棒挂伫民权路和永福路口。带伫涂骹，咱就徛伫遮，会当和文夏做伙翕一张咱怀念的相片。文夏旧厝就伫民权路，戏院业者吴俊成回忆当年台语片的时代。文夏捌伫戏院办演唱会，当年伫全台南真盛。阮最怀念伊的啦吼，即个办这个活动吼，咱是拢真自发心的，家己出钱出力，因为伊也都我叫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。我想我来母亲节做上好啊。看棒会伫5月初8母亲节迄天挂起哩，暗时嘛有文夏主演的《再见台北》伫戏院放送，要邀请民众做伙来怀念宝岛歌王文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